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敬拜上帝的方式其实蛮多元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一定是某些的程序，或者是一定要照着某些的方式进行，才是叫做敬拜上帝。上礼拜我也在跟提摩太牧区的这些亲里面，我们在分享。每一次礼拜六参加聚会或礼拜天来参加聚会，其实认真看这些聚会的内容，这些聚会的程序，其实就差不多，不会有太大改变，除非我们有合堂的礼拜，才会有一些调整。但每一次虽然看似一样，但我想上帝在那个当中都会放下一些新的事情，放下一些新的作为，让我们可以去领受。所以我想每一次我们听到新的诗歌，每一次我们有不同赞美、敬拜赞美的诗歌，每一次有不同圣经话语的分享，每一次的程序，都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上帝今天要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所以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无论是哪一个程序，在哪一首诗歌，或者是在哪一个段落的祷告当中，你都可以遇见神，看见上帝今天要带给你的新的祝福。所以在我们开始分享上帝话语之前，我们也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也感谢你过去一个礼拜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好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分别我们的时间，不论我们在教会当中或在网络上，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你。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不是一场仪式，不是一个例行的公事，而是一个与你真实相遇的机会。主要帮助我们透过今早的礼拜，再一次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奇妙作为，将今天礼拜的程序，今天礼拜的时间全然的交托仰望，也特别与分享你上帝话语的时间同在，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鼓励，再一次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将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段的圣经，事实上真的是一段，因为我们刚读过圣经，今天只有4节的经文，所以没有很长的经文，但是期盼透过这样虽然短短的经文，但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思考，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界，如何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好让我们再重新看这个世界，重新看我们自己，甚至看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带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今年年初那个 Apple 我们在看之前，我问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年初 Apple 它有出一个很特别的 VR 装置，叫做 Vision Pro。然后那个装置定价$3499换台币大概10万块。那 Apple 当时出了那个 VR 装置，它号称它可以虚实整合，就算你戴上了那个所谓的 VR 眼镜，你也可以跟外界、跟外面的人还是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你还是可以跟外界有非常良好的这个关系的联系。但是你会发觉，在这个世界，特别这个时代越来越快，科技日新月异的时候，你发觉有时候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有时候我们眼睛所看出去的，我们所了解的，甚至我们接收到的，有时候不见得是那么的正确，甚至有时候也不见得是那么样的真实。或许我们也时常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或者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我们有时候没办法辨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甚至我们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才是在特别的这个信仰当中要带给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教育学家塔伦凯勒，大家应该都认识。他人生当中在眼盲当中是一个盲人，在黑暗当中度过。有一次他在一场的演讲当中，台下就有一个听众，他就起来问他一个问题，他问海伦凯勒说：“你认为一个人的可能遇到最大的悲剧会是什么事情？”于是这个海伦凯勒他就回答，他说：“是有眼睛，但却看不见。”对海伦凯勒来讲，他是看不见的人，他没有回答说最大的悲剧是我看不见，我没有眼，我是一个盲人，我看不见，我没办法享受这个世界。他却反过来说，在这个世界，他认为最大的一个悲剧，甚至他觉得是最惨的一件事情，他觉得是有眼睛，但却看不着。我想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特别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人是有眼但看不到的。使徒行传
保罗当他还不是一个为主耶稣基督传扬福音的一个非常棒的使徒的时候，他以前在抓基督徒，以这个为他生活当中最快乐的事情。当有一次圣经这样描写，他要到大马色，忽然天上有大光照着他，那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耶稣亲自对他说话。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但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所以你看到圣经当中，扫罗张开了眼睛，却看不见；有眼却看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后面因着上帝的怜悯，上帝有特别的计划，再次让扫罗的眼睛打开，让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徒，去传福音。但你看到扫罗有眼却看不见，看不见他生命的真相，看不见他生命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当我们看到眼睛这2个字出现在圣经的时候，它时常代表2件事情，通常是代表一个人你心是如何做选择。第二个通常会去代表是一个人的价值取舍。就如同保罗，他眼睛原本是可以看得见的，但他那时候选择了价值，他选择个人的心智，他觉得他要去抓基督徒，他觉得他生命当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再一次眼睛又恢复的时候，他发觉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取舍，他发觉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我们常看圣经有很多关于眼睛的故事，有很多眼睛的故事，但这些眼睛的故事背后，你都会看到可能是上帝要求一个人，或者是邀请一个人看见他的作为，或者是他必须要做出抉择的时刻。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是有关于眼睛的比喻。耶稣说，我们的眼睛，他用2个方式形容，一个叫做嘹亮，一个叫做昏花。我们再一次看这个经文，短短的，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是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嘹亮这个原本的意思指的是单纯、专注或者是单一。耶稣说，如果眼睛是昏花的话，昏花在原文的意思，它代表是败坏，或者是代表是不健康。我想这样的经文或许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家中有一些长辈，或者是当某些人年纪慢慢开始要迈向人生的下一个年老的阶段的时候，有些人会遇到一个问题，白内障的问题。会眼睛有时候看不见，就必须要去开刀。你就看到模糊看不明。有时候不见得是白内障，像牧师其实近视蛮深的，我近视大概800度左右。所以如果我现在眼镜拿下来，台下就一群，我就会看到一堆色块而已，我看不到大家的脸。所以如果你有近视的人，你就会很理解这件事情，什么叫眼睛昏花？当然不见得到黑暗的程度，但是你会看不清楚，你会没有办法知道你所要看的东西，没有办法知道你要往前的方向是什么。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其实我们是可以了解的，甚至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能也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的眼睛如果没有一个很单一的没有一个很单一的视线，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看见一个方向，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我们就可能会失去一个清楚的方向，我们的生活就不知道该往哪边才是一个比较可以进行的方式。但同样回到信仰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的眼睛，一个基督徒眼睛没有专注在上帝的本身，同样我们也很难发觉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跟目标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照自己的想法，照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去前进。所以人的眼睛非常的重要。当然不只指我们肉体的眼睛，更重要的是指我们属灵的眼睛有没有看见。我想任何东西都会老旧，任何的事物都会老旧，想法也会旧，也会改变。特别像我要在教会当中，我主要是要这个带领这些青少年，陪伴这些青少年。虽然牧师的年纪其实就看起来算是蛮年轻，就大概30岁左右。
但是跟这些10几岁的年轻人在一起，哇，他们的想法已经不大一样了，喜欢的东西也不大一样了。所以有时候为了要跟他们可以一起聊天，我在听诗歌之外，我要听一些韩团的歌曲，才知道他们现在在流行些什么，听些什么。东西会旧，想法也会旧，会变，而且是越变越快。前2个礼拜上个礼拜我去诚品，诚品书局，然后去这边看书，突然看到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他说这个时代的孩子，就大概10岁以下这群孩子，他们是一群可以看到22世纪的一群人。10岁以下的这群人，他们是可以看到22世纪啊。所以你想，22世纪好像还很遥远，对吧？但是现在的这一群孩子是他们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时间在过非常的快，越来越多日新月异的想法，越来越多不同的观念不断的出现。我想一直保持100分，一直保持完美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代表这个事情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差错。但是我们要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有时候如果落在某些形式化，觉得这样好像就是最棒的，那会是一件有点可惜，甚至是有点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肉体的眼睛会衰老，会退化，有一天可能会补而变。但是属灵的眼睛也有可能会老化，甚至是僵化。所以我们更应该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去看，我们如何有一个不断更新的眼光，我们如何有一个不一样的视野去重新看待我们身旁的事情。所以回到信仰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肉体的眼睛，你可以去找医生，你可以透过医疗帮助你。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如何更新一个眼光，如同保罗哥林多后书所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肉体会毁坏，会衰败，会衰老，会退化，但是内心却可能是一天比一天更新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今天的短短的4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3件事情，也透过这样的经文，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也不一样的一个想法，让我们在我们所看、我们所想当中，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回应。第一个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旧的眼光让我们只能看到现在，但新的眼光让我们可以专注在永远的事情当中。旧的眼光只能让我们看到现在，但新的眼光让我们可以去专注在永远当中。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耶稣讲的比喻，这个眼睛的比喻，眼睛明亮跟昏花的比喻当中，上面这个耶稣在这个当中讲了非常多的比喻，因为耶稣是在这个山上宝训讲了非常多的比喻。那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前半段，讲的是天上的财宝的比喻。耶稣说，不要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存财宝，要把财宝存到天上。在眼睛的这个比喻之后，耶稣说了另外一件事情。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那个，就是爱这个，就是重那个，或是轻那个。所以你看到，耶稣为什么把这个眼睛的比喻把它放在这个当中？你看，耶稣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不是只专注在看现在有的东西，不是只看现在所拥有的财宝，拥有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产业。一个人也不是你要选择，你不能一次看2个，你要选择你要看哪一个，你要专注在哪一个身上。其实，如果认真思考一件事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在世上的年日，其实没有很长。认真讲，其实没有很长。虽然我们常说要享受当下，我们都说要享受当下，其实也没错，就享受生活，专注在每一天当中。但是如果是过头的追求，过头的专注在属世的事情当中，过头的专注在属世的事物当中，反而可能因小失大，可能就搞错了生命当中真正的重点。我们有没有真的专注在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当中？我们有没有专注在特别在信仰的价值当中，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事情？还是我们是不断的在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比较好一点，这个属世当中的一些事物还是比较吸引我一些。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的12章，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获，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有一个财主，他觉得我很多东西哦，我有田，我有财产，我有自己的房子，我可以享受一切。经文说，我就安逸的在那边享受就好了，我享受我现在现有的一切。但这时候，上帝却跟他说：如果我今晚我就要把你的性命取走了，那你预备那么多，辛苦努力那么多，是要给谁呢？你看到这个比喻，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财主不断的说，我的出产，我的仓库，我的粮食，我的财富，我的房屋，我的灵魂，全部都是我的。你看到这个财主他在说什么？这是我的啊，我赚的啊，我自己享受啊，我吃喝快乐啊，我很安逸啊。他只在乎眼前这个看似很短暂，而且是有一天会不见，甚至会坏掉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可以掌控所有的一切，所以所有都是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却忽略了他生命未来要往哪里去。他享受当下就是我安逸这几年，吃喝快乐这几年，然后盖个大房子很舒服，但他却忽略了生命未来往哪里去。牧师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能去出国旅游，不能吃好吃的，不能享受人生，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到底看重的比例有多少？到底什么才是真的有价值的？耶稣在马太福音31章33节，他也如此的教导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非常清楚的说：先求上帝的国度，先求上帝国度的义，一切就加给我们了。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是真正我们应该追寻的？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当人的想法、人的眼光都放在自己的想要，这都是我的，这都是我想要的，我想要不断拿到的，我紧抓在手里的，就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真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你都说这我的灵魂啊，我自己管就好了，都我的啊，我看现在就好。甚至你也更有可能忽略上帝为你所预备的事情。说明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某些事情在等着你，但是你觉得不用了，我有这个就够了，我拥有这些就好了，上帝不用，这样就好了。说明上帝已经预备了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正等着你，但你觉得现在这样就好了。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永恒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也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我们没有看过的，甚至是我们也没有听见过的特别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把眼光一直专注在现在，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我想要什么，而忘记了更加重要上帝的国度，那个永恒的国度，上帝所预备的，那有时候很可惜，我们可能就错过了，甚至没有发觉上帝真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为了未来将来而预备，但我们更多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只看重现在，在为现在预备，只看重现在的价格，看见现在它有多少性价比，却没有注意到它到底真实的价值有多少。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旧的眼光只让我们只看到那个价格，它到底 CP 值高不高，但是却没有注重到它真实的价值有多少。我们人很常会用一件事情去判断人这个一个人的价格好坏。我们常常看这个人的外表，他拥有什么，他穿什么，他吃什么，他喝什么，他开什么车，他穿什么衣服，他拥有什么，他的这个为人怎样。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一个人的外表，去决定这个人的价格好坏。这是不是一个好人？这是不是一个坏人？这个人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不一样的一个在信仰当中更新眼光，是帮助我们看见事物当中重要内在的生命价值是什么，而不是很单纯的就这个人就是很糟糕，一个既有印象，
我就觉得它不好，我就觉得这个一定是不好的。我们很容易用眼睛去决定一件事情，用我们的想法去决定事情，但是更新的眼光却让我们看见那个改变的价值，看到更新内在的生命价值。早期的一个教父特土良，他说钱币上有该撒的像，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把钱还给该撒，但是把我们这个人给上帝。耶稣曾经被问说，这个奉献的钱，是要奉献给凯撒呢，还是要奉献给上帝使用呢？耶稣回答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早期的这个教父特土良他是这样说，一样，我们这个人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这个人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文化所定义的，有些事物不是这个世界所决定应该如此，属于世界的文化就留在世界。这个社会的价值，这个社会的文化，有时候教导我们就是用一个外表去评判人，用某些方式去决定这个人的价值。但是属于上帝的文化，上帝国的文化价值，却是让我们可以留在内心，而且是从一个人内在去发掘这个人是否有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旧约的时代当中，当以色列的扫罗王，上帝决定要更换扫罗王的时候，他派先知撒母耳到了大卫他的家中，于是耶西把他家里的兄弟全部叫出来，撒母耳就看着这个家里所有的这些大卫的哥哥们，哇，他每一个看都觉得哇，每个很英俊潇洒，然后非常的可以成为国王的样子。但当撒母耳在那里看的时候，上帝却对撒母耳说一件事情。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看的是内心。耶和华看的是人的内心，看见是一个人内在的价值有多少。别忘记，上帝一开始他创造这个世界，他对于这个世界，他所说的是，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上帝说一切都是好的，在他眼中所看见的都是好的。我想也不仅是我们对人的角度看人的角度不同，我想我们的生命也同样，我们要追求在有价值的事物当中，而不是浪费在追求只有价格，追求在只有没有实际帮助的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追求那个价格的东西。质疑那个外表好不好，质疑那个觉得我看着喜欢的那个东西，我来做使用，但却没有发觉这个到底是对我们有没有帮助的，是不是有实际的帮助的？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追求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一个美国的改革宗神学家叫斯普罗尔，他说价格跟价值最大的区别在于，他说价格是用现在在决定现在，但是价值却是用现在在决定未来。价格是死的，它就是这样。你买一个东西，它价格就是这样。你买那个东西，它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发现它有价值，有些东西它可能会增值，对吧？买一个东西它可能会增值，但你发现它的价值，它是会在未来当中让你看到有改变的。有些我们觉得，它就应该如此，你就觉得它就是这样的。但是更重要，我们是看见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看见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我想我们教会现在今年48周年，我们要即将迈入到50周年了。我们开始有许多的培灵会，我们开始有许多的训练，我们开始有非常多的预备在这个当中。我想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现在而做，我们觉得不是为了现在而做。我们现在一起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一起参与，我们一起服侍，我们是一起共同在建造未来的教会，我们一起在建立未来的这个上帝国的国度。我们有没有看重那个价值？我们有没有看重上帝国度的价值？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到底都只看重那个价格，看重那个外表，还是我们真的是看重那个一个事物当中，我们应该去追求的那个内在美好的价值？我想保罗也在罗马书如此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给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给的文化思想，不断的去让我们觉得我们就应该照这么做。但是回到教会，回到信仰的角度来讲，要反过来是被
上帝而更新变化。所以不是只看价格，不看那个外表，而是更重要看见一个新的眼光，看见那个价值所在。所以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旧的眼光只看到困境，只知道看到困难，但一个新的眼光却让我们可以专注于盼望。旧的眼光可能只让我们觉得那个很困难，那个我没有办法，但是新的眼光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盼望的开始。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当中流浪了非常久，当他们进到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派了12个探子，叫他们先到迦南地当中去看看迦南地的状况。12个人回来，有10个人反对，说那个地方都是巨人，那个地方太可怕了，那个地方我们以色列人去应该赢不了他们。但当中有2个人，一个叫迦勒，一个叫约书亚，他们坚持我们一定要进去。民数记13章说，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这些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去得着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是和他同去的那10个人，那些人就说：“我们不能上去，我们不能去攻击那些民，因为呢，他们比我们还强壮。”你看12个人当中有2个人赞同，10个人反对。而你会发觉，这10个反对的人当中，更影响了所有在那个地方的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更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看，这个经文继续描写10章，只有约书亚跟迦勒他们就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部的会众说：“我们看那个地方，经过的地方是极美之地，是佳美之地。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去的。”也会把这一块土地赏赐给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10个人说：“我们好害怕。”以色列的民众也说：“我们一起都很害怕。”但是这2个人却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带领我们去经历到他的特别。”迦勒跟约书亚他们也绝对看到迦南地里面的巨人，他们也绝对看到迦南地有很困难的状况，他们可能需要去克服，他们也看见了。他们不是没有看到困难，然后就在旁边说风凉话，他们也有遇见。但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看见了困境，却仍然在那个困境当中，发现了仍然有上帝的盼望。他们用一个信心的眼光，也让他们继续前进到迦南美地当中。因此，他们有一个信心的眼光，让他们可以进到上帝真的要带领他们的地方去。哥林多前书2章15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一个属乎耶稣基督的人是可以看透万事，不只是看见，不只是看到而已，甚至是可以看透，发觉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还有上帝特别的心意在当中。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刚刚在讲到一开始，我们分享的一个海伦凯勒的故事，他分享说人生最大的困难的事情，他反而觉得是有眼却看不见。我要分享另外一个圣诗的作曲家，一个美国的圣诗作曲家，现在在我们的新圣诗当中，还有几首歌是他的作曲，他的作词。这个美国的作曲家，当他出生6个星期的时候，因为医生开刀手术的失误，导致他永久性的失明。所以他原本出生的时候是非常健康的，是看得到的，但因为一场手术的失误，让他永久的失明，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当他长大，有人在帮他撰写一些回忆录的时候，他自己自述，他说：“若不是这与生俱来这些的苦难，我就不会得到那么多的教育。”对他生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不会有这么美好的记忆。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苦难，没错，原本是看得见的，应该是个很正常的生活。但他说，如果不是遇到这些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学音乐，没有办法学教育。他觉得不会有那么美好可以写诗歌赞美神的记忆。他说，如果明天呢有一个人要给他一个非常完美而且是一个健康的眼睛给他，要移植给他，他说他不接受。他说：“如果这样，他就可能被世上美丽有趣的事物打岔，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唱歌敬拜赞美神了。”哇！你看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虽然有困难，但他看见了背后更大上帝在他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其实就开始在写诗歌，写一些短短的诗篇。当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短短的诗篇。他说：“
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孩，虽然我看不见，但我愿一生将心敞开，凡事满足甘甜。我现在领受了非常多的祝福，是其他人都没有尝过的。因为眼盲，我就叹息哀哭吗？他说我不会，也不想。哇，你看多么大的一个信心，多么大的一个盼望，在一个孩子的身上，甚至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如此的看见。困难不会不见，不会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生命没有苦难，不会有疾病，没有任何的危难的事情发生，绝对会有，一定还是会发生。但是，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新的眼光，看到背后上帝给我们的盼望，不是只专注在眼前，就是很困难没办法解决，很糟糕，而是看到未来的盼望。保罗在更多后书4章17节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暂时的。保罗看起来他觉得是很轻省的，但他说，不论轻省暂时，苦楚是事实，但是最终是要成就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被彰显出来。所以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界、不一样的眼光，重新去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看待我们周遭的人，看待我们的家庭，甚至看待我们的教会，看待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箴言4章25到22节，他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你的眼睛直直的看，如同保罗说，向着那个非常清楚的标杆直跑一样。注目看眼睛前面该走的方向。如果这样，我们才真的可以看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摆放那个特别的旨意。也如同我们前面刚所看到的经文，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而且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发生。因为上帝赐福我们，都让我们打开我们新的眼界，打开新的眼光，重新看待我们的世界，重新看待我们的生命，重新看待身旁周遭的每一个事物。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荣耀的呼召》。好，我们坐着唱就好。